近來還陰債這話題在民間流傳甚嚴，有人當作必修的功課，也有人聽了心裏發毛。老實說，我不是來踢館的，也敬重許多正統道長依科演教，濟世度人，只是看多了有些說法越來越嚇人，動不動就稅不還，會被冤親債主纏身，運勢崩壞，甚至禍延子孫，讓不少老實人因為恐懼而逃錢，卻始終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麼。今天我們就心平氣和，把經典、邏輯與常識攤開來聊個明白。首先，經典怎麼閱？源頭在收入。正統道藏的靈寶天尊說六庫受生經，此經約出於隋唐時期。經文大意是每個人降生之前，曾向天曹地府的六庫借了一筆受生債，用來支付投胎的費用，以及轉化為此生的福報。還了這筆債，就能消除財運阻滯，命宮清泰。經文說的是善信男女，意惡經法，意思是發自內心歡喜，相信，願意做這件事，而不是被刀架脖子，被阻就逼住做。必須承認，經文中也提到了負債不還的後果，例如死入地獄、萬劫方生畜受身，但那屬於經典時代的因果敘事框架，跟今天坊間師傅具體描述冤親債主上門討債，3年內必有血光那種嚇人場景，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所以經典確實存在，但把不還講成活地獄般的現世報，是後來民間渲染出來的，不是經典原意。很多人會問一個很合理的問題：我根本不想借，誰幫我簽的名？我未成年，哪個授權人蓋的章？對，這是傳統講法最大的漏洞，就是把受生債講成一種強制性的財務借貸。那就要問，借據呢？當事人同意書呢？利率多少？不還有沒有違約金？這套邏輯放在人間都講不通，何況是天道？所以容我用一個更合理的角度來重新詮釋，這筆錢不是貸款，而是上路錢。想象你要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闖蕩轉世為人，天地的庫房，我們姑且叫它六庫，在你出發時自動給了你一筆盤錢，這筆盤錢包括了你的第一口氣、第一口奶，童年時無償獲得的陽光、空氣、水，以及成年之前所有你無法自食其力的資源。你沒有簽名，因為你當時還是個尚未出生的靈魂，根本沒有法定行為能力。但天地沒有，因為你還沒有身體，就拒絕給你。這不是借貸，是恩典，是天地對生命的補貼。而經典裏說的還陰債，其實是當你長大成人，有了能力之後，自願把這筆上路錢歸還給六庫，讓六庫有資源再給下一批轉世的人用。換句話說，你不是在還給某個神，你是在參與一個天地能量的循環。你用了，你回饋，讓後面的人也能用。這就像我們用社會的基礎建設長大，長大後繳稅回饋社會一樣。沒有人說你欠債不還會被關，但這是良心與責任。那如果不還呢？沒有懲罰，天地不會因為你不還就把你找去審判，但你心理上可能永遠帶住一種我白白拿了別人的卻沒有回報的潛意識。這種內疚感會以各種形式：沒自信、捨不得花錢、覺得自己不配擁有，反映在人生中。還陰債其實是還給自己一個光明坦蕩。那每個人拿到的盤錢都一樣嗎？有錢人是不是借比較多？按這套理解，每個人拿到的上路錢其實差不多足夠活到成年，維持基本的生活所需。這裏說的基本生活所需，不是豪宅名車，而是陽光、空氣、水，最基本的體溫與養分，以及一個能成長的身體。至於成年之後是窮是富，那來自你個人的努力、祖上積德，以及更複雜的因果，跟陰債金額沒有直接關係。經典裏寫的欠幾萬貫，只是古人的象徵數字，不必當真。所以這間財務公司的運作方式就是天地先墊付，轉世後自願還，不還也沒催收完，但還了你的心更安。然而為什麼那麼多人說不還就會出事？兩個字：恐懼。
恐懼是最好的催款單，只要告訴你不還，冤親債主就會上門，3年內必有血光，子女還會被扣住，大部分人都會心慌，心一慌，錢就逃了。但請冷靜想想，如果冥府真的看錢辦事，那有錢人早就把所有陰債還清，永生永世平安富貴。現實顯然不是這樣，如果欠債不還就會倒大霉，那全世界沒還過陰債的幾十億人，應該全部活在災難中。事實上，很多人一輩子沒聽過這名詞，也活得安安穩穩。許多客人的師傅，連正統道門的授職天曹記名都沒有，寫的疏文天曹根本不收。你燒的錢到底進了誰的口袋？說白了，不是不能還，而是不必被嚇住還。要理解這套恐懼敘事為何如此有效，我們得後退一步，看看債這個隱喻本身，把不可觸摸的命運起伏翻譯成人人都懂的借貸合同，確實能讓每個人瞬間明白，哦，我運氣不好，原來是欠了債沒還。這種翻譯把抽象的因果報應變成了一筆具體的可清償的賬目，完成了信仰的行為打擊。在古代中國，借貸是最尋常也最容易被理解的社會關係之一，錢、利息、擔保、追討，這套邏輯老百姓再熟悉不過。明代商邦崛起後，社會經濟契約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債這個隱喻也變得更加好用。及至晚清民國，民間盛行以佛月受生經為基礎的還受生錢，而惜此經託名原裝翻譯，實為宋元時期民間偽經。早在北宋就已贊成流通，經文詳列12生肖對應的受生錢數目與報應災禍。至此，人生皆負債的敘事，在佛道民間信仰的共同加持下徹底扎根。必須承認，這個隱喻在誕生之初或許並非全然惡意，他試圖為什麼有人富貴，有人貧賤，這個永的人生困惑提供一個說得通的答案。信仰的初級功能本來就是為混亂的世界賦予秩序與可預期性，只要還了錢，命運就能改善。這份確定感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心理慰藉，但這把劍注定是傷人的。一旦債變成可以量化的金額，可以轉讓的交易，它就從哲學隱喻蛻變為商業工具。所謂受生債應償還的數額大得驚人，根本不是一般百姓能承受的體量。這種高昂的代價，直接催生了專門的受生錢紙錢產業。近代佛教界，大德印光法師在一函篇幅中直斥其非，明確指出還受生不出佛經，係後人偽造，判定其為附法外道產物。但馬歸馬，這套東西早已脫離正統宗教的控制，在民間野蠻生長。今天你打開手機，搜尋還陰債，跳出來的頁面幾乎都配有精心設計的 SEO 關鍵詞、道士形象的照片、詳細的欠款計算器。這已經不是一個信仰問題，而是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恐懼是最好的催款單，而債恰好是最容易製造恐懼的框架，因為它天然帶有不還要倒大霉的暗示。如果我們真的有勇氣把還陰債的敘事一層層剝開，最核心的那個預設是你生來就是虧欠的。但請你仔細想想，在你還是胚胎的那個階段，在你甚至還沒有神經系統的那個階段，有任何人問過你要不要借這筆錢嗎？沒有。有人替你簽了字、蓋了章，然後在你成年之後拿住合約刨來說你欠的，現在該還了。這是天理嗎？這是霸王條款。更關鍵的問題是，憑什麼把享受陽光空氣、被父母養長大這件事翻譯成欠債？這難道不是天地間最基礎的恩典？一個嬰兒來到世界上，他什麼也沒有做，就得到了生命，得到了保護，得到了愛。這不是貸款，這是禮物。把禮物重新定義為債務，是對恩典最大的褻瀆。人生的真相是，你從未虧欠任何人，你不是負債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是因為有人願意給，不是因為這句
而是因為慈悲。如果你真的想還什麼，那份還的動機也不應該是恐懼，而應該是感恩。說到這裏，你可能會問，那還陰債這件事，到底還有沒有價值？我認為有，但前提是我們把債務的外殼剝掉，還原它本來的善意。一個正統如法的還陰債儀式，不是亂燒紙，其實是一場非常有意義的心靈結賬。你靜下心來，承認自己來到世上，確實受過天地的滋養與眾生的成全。你願意說一句這份上路錢，我現在有能力了，我願意歸還，祝福後來的人，然後透過儀式把這個心念送出去。從此你不再背住潛意識的虧欠感，活得輕盈坦蕩。這種儀式性了結的效果，心理學上叫做閉環效應。人對未完成的事特別掛心，一旦正式完成，大腦就會釋放放鬆信號。至於冥界收到沒有，那是信仰範疇，但你心裏那份輕鬆是真實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位不恐嚇、不開天價、有傳承的道長，你真心想做一場當作清理心靈垃圾，祝福自己與後人，那很好。但我們能不能換一個詞，不叫還陰債，叫報恩典？不因為害怕懲罰而圖錢，而是因為內心有感恩而行動。如果有人對你越不還就等死，請你轉身就走。真正的道是讓人自在，不是讓人害怕。話說回來，如果你真的相信因果，那麼因果自有它運作的方式，它從來不需要中間商來賺差價。以上只是小到我從經典原文、人間常理與一點修行體會裏整理出來的淺見，不敢說絕對正確。倘若我有曲解祖師經義或冒犯正統傳承之處，還請各路大德高道前輩不論意金斧劈正，斧頭盡管下來，我誠心受教。只願天下善信不再被恐懼綁架，能在一場安安靜靜的儀式裏，求得一份真正的心安。信不信在你，自在也在你。